顶个月连续做风台，地属土豆的产量减少。最近分林的土豆当咧采收，不过产量少，价格一斤是花到45块。即阵因为量实在伤少啊，连路边咧拍的土豆，农民嘛爱轮流派人去照顾，都惊贼仔偷摕，鲜花拢乌有。农民无因采收苦豆，但是10月份这届风台等因素影响，所采收的苦豆结果都无好。有阮的农民就讲，以往1份地苦豆会当收成800斤以上，但今年2期苦豆收成恐惊剩无500斤。1份地就无4地，伊若讲过无4地，白搭无4地。安尼算来1份地才几斤收起来？这几斤？这唔得一3地，唔得无500斤。今年差不多40几块安尼啊，多少？产量比较高啊。哎呀。之前好像都30几块哈。对，差不多。好。今年失收啦。哎呀，价钱比较好一点啊，也补不回来啊。阮的农民表示，虽然目前产地收购价上每斤45块，但因为收成减少，整体收入并无增加。再加上近期天气不稳定，真侪农民在庄开产业道路拍苦豆，拢需要轮流看守，就是惊被贼仔偷载去怎损失。直接就是开车在车上那里睡。对，睡在那个田里那个固的地方。啊，挂几点？挂饭店？无一定啦，无一定啊，都有些爱走者啊，对。啊，个无拢爱来食古，无人会偷完啊，技巧若好吼，人会偷不啦。文管府就表示，云林县今年2期苦豆种植面积达8000公顷，但受到连续风台影响，部分已经申请天然灾害救助。嘛提起农民在产业道路拍苦豆进前，需要到在地公所登记申请，并做好警示提醒，避免影响到用路人，即将用有年报道。